市第一座公办多景的社会主体，昨下晡落大雨喷大水，这条到底爱算假的呢？国民党的议员徐嘉欣讲，现任的市府都要调查好清楚，那真正有问题，迄是前市长郭文泰的任内所起的，所以是郭文泰爱来负责。民进党的议员陈义军嘛讲，伊实在想袂晓，为什么郭文泰市长所起的社会主体总是咧漏水？郭文泰安怎来回应呢？伊讲看倒位咧漏水，就赶紧甲修理好势就对了。其实要解决台湾这种高房租、高房价，大概3个政策：大力盖、大力改、大力补。民众党主席郭文泰昨公布大房进前影片，上阵无厝通住的人，抛出3大政见，增加起社会主体帮屋税制度的改革，含租厝的补贴。影片内底对家己的政绩是不加满意。应该它是带来城市美学，所以你看我们台北市的色彩都很漂亮。都是地标型。既然是政府要盖的，我们希望从它来带动台湾智慧建筑产业。标榜为社会主体打造依法城市美学，不过第一昨上一场大雨，互厝内嘛对咧落大雨。瓜市府林内员工的私文修缮多间社会主体出现水墙的景致，台北市议员徐嘉欣就讲，这是瓜市府的责任。昨天暴雨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漏水的情形这么离谱像这个大瀑布一样。为什么柯文哲市长盖的这个社宅总是在漏水？我们也感到纳闷跟不解。如果有漏水，就赶快去修理嘛。当然也要看看是哪个地方漏的。所以我倒觉得，反正这个房子都有保固期嘛，所以有漏水就赶快去把它修好就是。强调报告时间内会当修理好势，不过这员工年外就发生严重漏水，这头甲大新的讲法，卡少的施工品质，难免互民众拢杀无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